政治的消息来关心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暗参加校园总统马拉松论坛，甲学生面对面对谈。头家是提出恢复台海和平稳定4大国际方针，伊嘛提出政策。面对学生问伊讲，即阵伊的民调掉车尾，敢无要让予郭台铭来选？侯友宜是回应讲，伊拍死唔提。 伫咧前几天，到政坛甲学生座谈，各外界认为回答问题拢无直接的答案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9号国旗大台，再一遍甲学生面对面交流。这回伊第一遍提出4大国情方针，包括合理化防护持有设置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、稳定能源供应，抑个恢复台海和平稳定。另外，台美关系紧密合作也正重要。那一天，罗森伯格主席来的时候，也特别邀约我。 什么时间可以到美国来访问？我会慎重挑一个时间到美国参访，来让台美关系更加的稳定。对国民党内性塑料案件的处理，新北市市议员的案件，抑个是不是要市市长，还是问题真多？侯友宜市长，你如果总统选不好，会不会辞职？那对你上次回了很多新北市有山有海之类的，我不知道你这次能不能直接说到底会辞还是不会辞？谢谢。 即马民调上尾名，对学生问讲是毋是要高职定招，让予郭台铭或者是退选，伊的态度真明确。这就是我的态度，所以我会坚持到我最后，绝对不放弃。好，谢谢哦。拍死无铁对。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的办公室发言人陈志涵伫座谈了发文讲，侯友宜是问虚谈，感觉无亲像伫咧看马拉松，电脑敢若伫咧看躲避球。演讲中无听到伤侪记忆点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办公室是无做回应，不过为了要抢少年选票，是有发布新的社群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